集《約瑟夫和羅曼：樹林裡的冒險》。這個星期六的早上，約瑟夫和羅曼妮在走廊裡興奮地跳來跳去。今天他們要和父母以及爸爸的教子加布里埃爾一起去冒險樂園。加布里埃爾 Gabriel 8歲，住得稍遠一些，經常來和他們一起過節。我們要像松鼠一樣爬樹。羅曼娜拍着手驚呼道：是的，甚至還有一條巨型高空滑索。約瑟夫眼裡閃爍着星光，補充道：他們上了車，繫好安全帶，開了大約30分鐘，就到達了荒誕的沃克里茲省。這是索爾格河源頭的神奇地方，清澈新鮮的綠松石色海水在岩石之間蜿蜒流淌，形成一條平靜的河流。這個山谷周圍環繞着懸崖和森林，看起來就像童話故事裡的場景。欣賞了片刻的風景後，他們繼續前往坐落在雄偉樹林中的冒險公園。當他們從車裡下來時，一股樹枝和濕樹葉的香味撲鼻而來，聞起來像大自然。羅曼娜深吸一口氣，觀察着，很正常，我們在森林中間。加布里埃爾笑着回答。穿上安全帶和頭盔後，他們認真聽取教練的指導。後者向他們展示了如何使用登山扣以及如何在吊橋和繩索上安全地移動。始終佩戴登山扣，這是黃金法則。他笑着解釋道。約瑟夫和羅曼娜認真地點點頭。冒險就可以開始了。他們從一條簡單的路線開始，必須在離地面幾米高的木頭上行走。羅曼妮起初有些猶豫，但他還是跳了起來，抓住了面前的繩子。你做得非常好，約瑟鼓勵他。加布里埃爾更加習慣了，動作更快。每次人行道在他腳下移動時，他都會大笑。幾分鐘後，羅曼娜已經感覺舒服多了。接下來是期待已久的時刻。高空滑索，我先。加布里埃爾 Gabriel 一躍而起，將自己拋向空中。風吹過他的頭髮，他輕輕地落在另一邊的平台上。約瑟跟着發出一聲歡呼。羅曼有點感動，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抓住繩子，讓自己滑下去。哇哦！腎上腺素讓他忘記了恐懼。當他到達另一邊時，他大笑起來。經過幾次繩索橋和懸索網之後，他們決定嘗試一條更加困難的路線。這一次，我們必須穿過用繩子懸掛的間隔開的原木。更高了，羅曼低頭喃喃道：不要往下看，要向前看。他們的父親建議他。約瑟夫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加布里埃爾跟在後面。羅曼尼有些猶豫，但看到哥哥的鼓勵，他也鼓起勇氣，也衝了上去。走到半路時，他失去了平衡，稍微向一側傾斜。抓緊啦！加布里埃爾鼓勵他。他抓住安全繩，重新恢復平衡，心臟砰砰跳動。我做到了！他和男孩們一起自豪地喊道。最後的障礙是要爬過一面攀岩，然後通過最後的一條大滑索下降。約瑟夫和加布里埃爾快速攀爬，輕鬆地找到了支撐點。體型較小的羅曼尼必須搜尋更長時間。拿右邊的比較容易拿。約瑟向他說道，並給他看了一個插座。在他的鼓勵下，他登上了山頂，雖然氣喘吁吁，但心裡很高興。
你真是一個冒險家。加布里埃爾向他表示祝賀。在樹下享受了一頓當之無愧的野餐後，他們決定最後一次重複他們最喜歡的路線。這一天將永遠銘刻在他們的記憶中，作為他們共同經歷過的最美麗的冒險之一。回去的路上，羅曼娜在車裡睡着了，雖然很累，但很開心。與此同時，約瑟夫正透過窗戶看着天空，回想起那一天，並渴望再次這樣做。爸爸，下次我們可以和爺爺奶奶一起回來嗎？他打着哈欠問道。當然，他們的父親回答道。我想你值得再享受一天的冒險。加布里埃爾微笑。下次我們甚至會走紅色路線。約瑟夫和羅曼交換了心知肚明的眼神。是的，他們已經準備好迎接新的冒險。